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11月28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新闻头起先，咱先来关心第58届金马奖，昨天伫咧台北国父纪念馆颁奖，嘉奖文甲张震是摕到最佳男主角甲女主角，因为电影最强拢总是入选11个奖项，尾也有成功摕到4个大奖，是这届金马奖吊顶上济电影。 国内顶半年电影的票房受打击，不过伫下半年，共同的国片票房拢开红盘。第58届金马奖颁奖典礼，上受注意的影后的6位名单，第一遍出现2对母女伫咧竞争，包括瀑布的贾静雯、王静，也有美国女孩的林嘉欣、方玉婷，上面是贾静雯摕到。我热爱表演，我非常爱这份工作。我在表演的路途上虽然很长，可是我没有忘记初衷。 我会继续抓住表演的热情，努力演好每一个角色。我会一直演下去。国片《瀑布》总共摕到最佳剧情片、女主角、原著剧本，也个原创电影音乐，提上最奖。最佳男主角是张震，打败吴镇宇、邱泽丁对手，以7分第一遍摕到影帝。以感谢过身的杨德昌导演，也讲这个奖已单30档啊。30年，对。 那个是蛮长的，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让我在表演上面不断的有进步，不断的有空间。虽然我是一个非常懒惰的演员，但是我是一个还算有创意的演员，一直在追求一些没有做过的角色。最佳导演是罗卓瑶，以《花果飘零》摕到；最佳新演员是方玉婷，以《美国女孩》摕到。 刘冠廷以《鬼扯》摕到最佳男配角，王宇轩以《该死的阿修罗》摕到最佳女配角。最佳纪录片是《时代革命》。因那导演李安也结束伊任期，明年初会甲金马执委会主席交互后一届。国际电影点映大师李平斌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国内疫情，昨天无本土嘛无死亡的个案。 不过有新增加12例带病入境，其中4例是住过2档，也是去画到的。针对新型变种病毒 Omicron， 指挥官陈时中讲，面对新的病毒，全世界皮是拢爱变真严，台湾嘛是同款。因为咱国内防疫措施敢会有严咧，也阁爱看 Omicron 敢有传去甲国内社区。 国内27无新冠本土疫情，也无新增加死亡的个案。不过指挥中心宣布，新增加12例境外移入确定病例，分别来自伊索比亚、印尼、越南、印度、美国、甲韩国，其中4例是突破性感染个案。有关这个可能的突破性感染，就是序号4679。那另外，他们的 CT 值低于20的有序号1啊1419。 另外，新型变种病毒 Omicron 也互全球真关心。邻近台湾的香港亦传出2例确诊病例，指挥中心是要将香港列入高风险的所在。另外，过年回来台湾7+7方案是毋是会加严？对此，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讲，会直接紧缩7+7的防疫做法。 目前所发现2例，一个是从南非进到防疫旅馆那被发现，那另外1例是从其他地方过来，但是在防疫旅馆它是对门。 所以也不排除是在旅馆内被感染到的，不过这都需要进一步的观察，不会直接对于7+7去紧缩，会针对就是说是不是有相关这种变异病毒，就是说发生率确诊率高的而对那些国家来的做相关的紧缩。 另外，外界关心，若是 Omicron 可能也入侵到台湾，是毋是取消开放户外饮食，也是讲室外、室内人数管制是毋是更加严格？对此，陈时中讲，也是要看 Omicron 是毋是来到社区。那有侵入社区的话，那相对我们就会严格；那没有侵入社区的话，那相对还是正常的生活。 陈时中强调，全球面对新的病毒，拢是非常严正来面对。WHO 已经要求各国积极来经由 IHR 通报新病毒株的变异、基因定序等等，咱会密切来观察。而且指挥中心已经宣布，高风险国返来台湾的爱集中检疫，就是希望会使将病毒组织在境外。不过也无排除任何随时检讨的可能性。记者综合报道。过1个月就要迎接2022年，各地嘛当伫咧准备下年活动。 不过，即马出现新的变种病毒，下年活动可能会出现变数。
台北市长高文哲就讲，有可能会伫前3天宣布取消。因若高雄市长陈其迈表示，会严格来监测，随时调整政策。从无到1个月，2022年将要来临，台湾疫情转好，各县市跨年活动积极来筹办，民众也计划好要出去佚佗，也毋过新变种病毒Omicron却强要摊开。台北市长高文哲呼吁大家做好应变，跨年晚会可能前3天宣布袂当办。如果要采取最保险的态度，什么事都不要干，所以没有很快应变速度，又很可能真的在前3天跟人家说卡掉不能办，所以还有保险的制度。去年12月30日，台湾出现头一个英国变种病毒个案，随拍乱跨年活动。除了台北市下收进场人数，台东张惠妹演唱会照常举行，大多数县市暗会改做线顶宣布取消民众入场，严格防疫。今年跨年指引，疫情指挥中心还未定调，也毋过大型活动人济搁客，民众可能想过疫情刷烫嘴暗。现在都并没有任何的本土个案，代表我们社区是安全的。好，所以跨年的活动，我们密切来监测整个病毒株的流行的状况，来调整我们的策略。年底活动节，北管2市防疫措施采取随时调整，同时也强调需要冲管疫苗注射率。高雄市应该是77%，然后再加上那个第2剂的疫苗覆盖率，现在大概有49左右嘛哈。那我们希望说能够再加速的把疫苗的覆盖率能够增加。各位市民朋友还没打满2剂的，请拜托去打。我发现70岁以上的还有快20几%的没打的。边境管制严格，台湾伫国际间度过相对疫情较平和1年，也毋过面对新型变种病毒，依然无放量的分钱。记者综合报道。即摆大家是拢真关心即只新的变种病毒 Omicron， 敢会互疫情搁反苦咧？因为即个新的病毒恐惊是比 Delta 还搁较高畏炭。国内专家就讲，指挥中心已经针对高风险的国家来加强边境的管制，要来阻挡即个新的病毒。另外嘛，提醒民众，要是爱赶紧去注疫苗，才有保护力，会当来对抗病毒。南非新变种病毒株 Omicron 雄雄出现，目前包括南非、以色列、香港这国家拢出现确诊病例，互各界是烦恼疫情是毋是会搁反苦？对这代志，国内医师是讲，台湾即马也无出现 Omicron 的变异株个案，只要比较过去，伫防范 Delta 变异株的边境管制做法，要防范 Omicron 应该是无问题。我们知道南非的贝塔，它的重症的病人是比较多的哈，所以我们现在任何一个国家最怕的就是它的医疗的体系整个被瘫痪掉。只要说这个新的病毒出来，就断然的采取断航的这种措施，这个是正确。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这个变异株列作是高关注变异株，因为专家发现 Omicron 是蛋白顶端的变异，比进前造成严重疫情的 Delta 更较济，所以互人当作是上强的变异株。这一次呢，我们是已经观察到它们的病毒的突变的部位很多，所以它的传染力逃过免疫力的几率比较大，所以传染力会比较强。那大致以说它的毒性啊、重症的这个比例，或者是疫苗的保护力，现有疫苗保护力，哪一支疫苗可以保护它？其实这个都没有资料，所以要再观察一下子。虽然目前知影疫苗的保护力会因为安尼受到影响，不过也是有5-6成的保护效果，所以个人也是爱赶紧注新冠疫苗。记者综合报道。为了阻挡 Omicron 病毒入境，美国、英国、加拿大、澳洲，还有巴西、甲欧盟等等的国家，是拢暂停包括南非在内至少6个非洲国家飞轮机的机抓。针对这点，南非的卫生部长是真不满，伊咪讲国际上的反应实在是伤过头嘛，无公平，而且安尼是违反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南非11月初头一摆验出全新的新冠病毒变异株，虽然确切的危险性也有待进一步来研究，不过对初期掌握到的证据来看，科学家指出，这个变种病毒带着大量的突变，经过传染力恐惊比即阵主要流行的 Delta 病毒强5倍以上，好起来人也可能搁再来感染。世界卫生组织 WHO 26个列出高关注变异株，并且号名为 Omicron。美国、欧盟、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这国家为了阻挡 Omicron 病毒入境，对着南非在内6个到8个非洲南部地区的国家发布禁航令。Decided that we're going to be cautious, make sure there's no travel
to and from South Africa and 6 other countries in that region, and except for American citizens who are able to come back. 即阵所有新冠疫苗对奥密克戎是毋是有保护力，也需要几若礼拜时间来进行测试才知影。WHO 就督促国际社会莫伫现阶段实施旅行限制。南非卫生部长帕沙26就批评欧洲真侪国家的一天新增加确诊病例数在5万例，比较之下，南非上新通报的病例数是3000，2礼拜之前是300。这么严厉禁行令对南非来讲是无公平的。Now, that's why we are saying that the reaction of some of countries in terms of imposing travel bans and such measures are completely against the norms and standards as guided by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不过，这场疫病大流行拖2年，伫全球造成500多万人死亡，各国政府拢真小心。纽约州州长豪克26暗时首先发布行政命令，宣布对12月初3开始对着奥密克戎病毒进入紧急的状态，至少会继续到明年1月初5。公视新闻王慧本编译。各位乡亲，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联合报，刑事局证实，土耳其警方顶一日掠到20多个台湾的诈欺犯。根据了解，这批台湾的诈欺犯大部分是台中人。台中地检署嘛已经在做调查，因若检调嘛持续甲土耳其这边沟通，做成移交甲遣返遣返的事项。再来是中国时报，关民会推出10万份的爱观券，领的时间到这个月20结束，目前敢若有6万个人来领尔。关民会是讲，可能是因为部分的民众无伫咧登记的时间去登记，嘛有部分的民众认为讲，决定台湾配的过程伤过复杂，所以就无报订。会伫12月中，佮推出第2波的整合方案。来看自由时报，市面上宠物破病的时阵，动物专用的药仔选择是真有限，政府得出500多项人类伫咧食的药仔来代替。不过部分的药仔并不是什么动物拢有效用。兽医师希望讲，相关的管理办法会当量早来公布，互兽医师伫咧甲动物做治疗的时阵，有更较侪种的药仔会当来选择。再来，咱来关心公投相关的消息。公投投票的时间就伫要到啊！民进党27去台中做宣传演讲，总统蔡英文讲，这4个议题拢会影响咱台湾的未来，这个爱正面去战，爱守护咱民主的成果，希望台湾人会当站出来。也行政院长苏贞昌批评国民党，讲因就是挑工要甲政策，要甲蔡总统舞舞互倒。总统蔡英文甲反对党大动员来到台中催公投无同意票，蔡总统先是感谢大家在2020年做出正确的选择，国家照正确的发展路线。不过，这摆公投是国家政策的发展方向，爱支持者斗阵做伊的台湾队友。不要在上面找有谁的照片在里面，上面不会有照片的，上面只会有议题。所以你要找蔡英文的照片也没有。要找赖清德照片也没有，各位都是我的神队友，也是最棒的台湾队友。我们所有的台湾的队友都要站出来，用4个不同意来帮台湾守住防线，大家说好不好？另外，行政院长苏贞昌是对支持者来公布政府的成绩单，强调在防疫甲经济成长拢有真好的成绩，讲到家己甲立法院报告。最摆受到国民党的反对，口气是真无奈，对着公投案的批评更加是无手软。国民党讲不同意，要招你甲伊斗创，要甲弄我倒，一人，伊这就是要互蔡总统倒，你总统宣布的无效。反对党全台走透透密集来宣讲，强调政府的政策拢是基于科学专业来平衡各方面的意见，做出对国家有利的决定，呼吁捍卫台湾发展的方向，也希望外地少年人回乡来投票，共同决定台湾未来方向。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即嘛当一个拼公投的宣传演讲，前总统马英九、中共的董事长赵少康，也有前台北市长郝龙斌等人。透早去台北的中正区做演讲，不过根据美丽岛的民调指出，核试丁胖甲海草打这2个案，按算要等无同意的人是比同意还佫较侪。因若反三肉情猪肉甲公投北大选，支持等无同意的人是强要捉到同意的人数。又有位姓蔡的
要把公投给封掉，它不是菜公投了，它是菜杀头。前总统马英九甲中共董事长赵少康、前台北市长郝龙斌等人出席国民党公投3讲，再次以民进党元老推公投。也毋过，总统蔡英文却想要废公投，敲碎民进党的公投期待立场。在这个同时，对监察院伫公投进程作出报告，指出核数绝对危险。马英九认为，这个讲法需要拍折。基本上他们是非常绿的所以他们讲的话真的要打折扣根据美丽岛电子报上新民调，中科核数甲定爱海草大的无同意支持度已经大过同意。国民党所提出的反来伫公投北大选同意无同意的距离也渐渐缩小。也毋过马英九认为，也有时间会当继续拍片。距离12月18号还有差不多20几天嘛我想我们还可以努力的把它，如果真的是不好的话，还可以挽回过来。对，大家一定要努力，好不好？好。监察院它只剩下一个王美玉了。其他全部沦陷了，所以这个监察院等于是民进党的东厂嘛，等于民进党能够掌控的，4项公投呢都是民进党赢了，我不完全同意这个公投结果，大家也不必这个忧心也不必丧志，努力嘛。离首大公投投票剩不到1个月，南亚宣传公投4个同意。也毋过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伫党部宣讲，马英九、赵少康等人拢无出席，方即期敢是内部分裂。对住马英九甲赵少康讲，毋知有活动，朱立伦是回应，拢是结合做伙，外界毋通见缝插针。记者综合报道。时代力量2个无分区的立委王婉如甲曲显智，昨晡早起正式成立行动时代办公室。宣布要扩大社会连接甲参与，延续甲改革的力量。不过，伊嘛强调讲，这并不是党内分裂。徛伫行动时代声明扛棒的头前，时代力量立委王婉玉甲邱显智签下家己的名，正式宣布行动时代办公室成立。声明强调，即马政治甲经济民主的困局，要占掉美共顶焦点的第三势力，无法度推卸责任，所以决定成立办公室，要倒转去民间有为的土壤，启动新的行动方案。从街头而来，就应该走向街头，去找到论述思辨的这个养分，然后告诉大家，我们应该要集结力量往哪里去。立委王婉玉是强调，成立这个办公室，唔是派系竞争，更加唔是选举的革命，嘛绝对唔是党内分裂，是要扩大社会连结甲参与。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成立行动时代这个办公室，希望能够扩大社会连结。但我们很期待的是，我们这个行动办公室是一个超越党派、超越政治立场的方式来深耕每一个议题。为了要破除党内分裂的团结，前一天2个立委甲党主席陈椒华共同来举行记者会。会知陈椒华并无出席，但党内有人到场来祝福，嘛强调乐观其成。记者林张国良台北报道。接落来，咱来关心国际消息。伫感恩节过当天，若拄好是拜五，迄天就号做是黑色的拜五，是一个民众会大量买物件，嘛会准备过圣诞节日子。伫这期间，店头会做大俗卖，店员嘛拢无闲试吃。不过，即摆有环保团体就批评讲，消费若过多，人就会讨债，所以希望针对物流的大公司封锁因的仓库，来阻挡这款消费过多的行为。天也未光，社会人士将写亚马逊犯罪报条，绑伫位伫英国南部布里斯托的亚马逊物流仓库大门上，要封锁出入口。另外一组人来到提波利码头的仓库，挂同款的报条。英国气候倡议组织反恐灭绝甲各团体合作，伫黑色礼拜5购物节封锁英国境内13个亚马逊的物流仓库，抗议过度消费。We're here on Black Friday to call attention to the exploitative and environmentally destructive practices of this company. Black Friday exemplifies this obsession that we have in our culture with overconsumption. 社会人士批评，这类企业以拍折的方式刺激买气、碳利纯，造成过度消费，高牺牲自然资源。另外，这群人来到位于伦敦的亚马逊大楼。也标记挂上亚马逊创办人佐贝斯的名句，要求负起企业社会责任。We've let massive companies like Amazon for too long ride roughshod over workers' rights, and this government has been hesitant to intervene to try and control the power. And actually, things like tax dodging is ridiculous. 除了英国，这个叫做全球抗议行动，也伫德国、荷兰甲美国等地发起。另外，伫英国至少有13人被逮捕。
根据法新社报道，亚马逊回应公司对企业责任非常严肃对待，包括答应伫2040年达到净零排放，佮强调也要做更较侪，所以公司会继续为英国的劳工、人客甲小型企业投资更较侪。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在地消息。最近清在发生便利商店的店员去互人客攻击的事件，桃园警察局就专工去便利商店做演练，教这店员会当安怎保护家己，而且嘛会当用事情的方式来报案，或者是赶紧去避去安全的所在，打电话报警察，来减少受伤的风险。为什么没有卖收在卖咖啡？真的很讨厌，服务不周到。半暝啊，超商来一位起无空的人客，店员第一时间按打人客情绪，避免才会受气。先为伊做一杯免费咖啡，再来趁机会走到室内也是室外避险空间，随报警处理。东西先放下，东西先放下，东西先放下。最近各地发生几啊件超商店员和无理性的人客攻击事件，引起社会关注。桃市政府警察局除了调集超商业者举行座谈会，进行自我防护能力提升探讨之外，桃园分局也由分局长李建民亲自带队到超商实地进行防暴演练，准备自卫防暴对策。到一个安全的避险空间，遇到歹徒还是要自保，不要想要跟他拼。怎么逃最重要，然后怎么报警最重要。借由建立报案快捷键及110视讯 App 报案系统等操作，让警方获报后在第一时间赶抵现场。桃园分局提醒超商从业人员拄到无理性的人客，除了避免假以受气，照着安全通道快速走到避险空间，报警处理也真重要。另外，分局也加强执行，处地饮酒开车路检，甲辖区各守望相助队会扫巡签，提悬警警率，维护超商人员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若讲到布袋戏，对咱台湾人来讲，一路行来是有真深的感情。因若刻红仔的功夫，嘛对时代是愈刻愈有路。一个刻布袋戏红仔已经几啊10年真出名的师傅柯协莹，今嘛台北港戏馆当地咧做伊的展览，带大家做伙来看卖。我们这一区啊，是我们的金光布袋戏的戏构。红仔的面型特别，色水光显，有的角色头顶有三角顶顶，这是台湾金光布袋戏的特色。伫台北五戏馆最近嘛当咧举办刻这种红仔的重要师傅柯协莹的特点。爱刻出来拢非常有特色，做出来效果嘛袂歹，所以伊就安尼算一开始，咱原本最传统的布袋戏，落尾后开始有金光戏，咱台湾的特色。会当算是对柯协莹这个雕刻师傅开始。馆长表示，伫50年代开始，布袋戏走向内台戏演出，足侪角色原本传统的拢无，团主顶顶就会敲电话互刻红仔师。柯协莹厉害所在，就是伊竟然想会出遮侪红仔的面貌，创造出真侪特色人物。亲像大侠毕楚王、前总统蒋经国等等，这届展场就展出要8新红仔。可以看到，其实老师他的作品都是比较写实魔幻的，你很难想象为什么，他没有看到，他只是了解偶的一个应该说角色的特色，他就可以去刻出，都是由他自己去想象。台北五戏馆表示，除了展览嘛，新出一本专册，小解柯协莹师傅的一生，甲伊所刻过有代表性的红仔，希望互外界熟悉这位台湾金光内台戏的重要幕后推动者。记者陈雅文、徐凯台北报道。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看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8度；东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8度；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9度；东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5度。咱来看外岛地区，上低16度，上悬29度。还有未来3天的天气。
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